循環經濟。簡單嚟講，循環經濟就係以唔產生垃圾為代價嘅經濟發展模式，唔一定係去追求更高嘅 GDP， 減少咗廢物嘅數量，固體廢物又好，液體廢物又好。然之後呢啲嘅我哋叫廢物嘅重新再回收採用，叫做 recycle 回收，就係因為以前發生緊嘅係線性 linear 方式，一路挖掘資源，一路生產使用，然之後當垃圾堆落去海或者堆填區，咁呢種係線性無可回頭，於是乎造成嘅浪費同埋地球嘅資源冇可能長時間咁樣支撐呢種線性嘅發展方式，所以就提出咗 circular economy 循環經濟發展嘅時候，以唔產生垃圾作為代價嘅發展模式。咁喺回收場嗰度，我哋會望到呢幅相係好普遍嘅相。咁然之後喺呢度，我哋仲要解讀係垃圾堆或者堆填區，以後再唔係叫垃圾，係喺嗰度作為一個礦，點喺裡面挖礦，唔一定係過去回收金屬啊、紙啊呢一啲塑膠或者任何嘅垃圾，都係可以進行挖礦。所以大多數嘅政府都係採取開放市場，一個嘅堆填區任人去裡面進行挖礦，然後睇下有啲乜嘢嘢可以回收，再用嚟發展經濟。所以回收本身亦都係一個行業，亦都係幫助到環境。舉一個例子，好似呢一啲嘅清潔用品，因為本身裡面放嘅係清潔劑或者酒精呢啲消毒類嘅用品，喺咁嘅情況底下，呢一個樽係新定係舊，其實消費者唔係好在乎，新舊都唔會影響到裡面嘅清潔功能，所以往往清潔用品成為咗第一度嘅切入點，去到盛載呢一個或者應用呢一個循環經濟。呢啲企業多數行出嘅時候，第一時間都係同人講佢哋係從來冇生產過垃圾，因為本來呢啲樽就係喺垃圾度回收翻嚟再做出嚟，然之後用完啦抌咗之後，佢又再回收翻嚟，又再做成一個咁樣嘅樽出嚟，再去到放呢啲清潔液體同埋酒精之類嘅嘢，所以佢哋本身就係以唔產生垃圾為代價嘅經濟發展模式同埋商品。咁呢一種 PCR 嘅產品喺歐洲已經非常之普遍，去到亞馬遜啊呢啲嘅平台上面一搜尋就非常之多 PCR 嘅商品。咁喺呢一度僅僅只係一個例子。另外有一間喺世界上好出名嘅 PP 料嘅化工廠，佢連同 Samsonite 一齊推出一個環保嘅行李箱，就係用呢啲回收翻嚟嘅塑膠，然後清潔咗之後再做成一個行李箱賣翻出去。咁呢個亦都係一種循環經濟嘅非常之好嘅例子，都好成功嘅一個例子。另外亦都係同一間嘅化工廠，佢哋喺澳洲推出個活動，就同 KitKat回收翻呢張咁嘅原本係全紅色嘅 film， 回收咗之後再同佢重新加工，然後再放翻呢啲零食入去裡面，一半就係回收嘅料，一半就係新嘅材料。喺嗰個情況底下，喺澳洲推出嘅時候就叫澳洲人用澳洲貨，即係澳洲嘅國貨策略。咁最後澳洲人係好願意用翻自己澳洲人生產出嚟上一手呢啲嘅包裝嗰種 film 嘅垃圾，然後變翻咗一個新嘅可以用得，甚至係放食品嘅包裝 film 流。然之後我哋見到喺其他嘅物聯網嘅裝置裏面，亦都係一樣，材料亦都開始轉向咗回收用嘅材料，因為要更加多嘅價值附加值放喺上面，唔只係數據或者打得舒適，甚至乎加上咗環保嘅元素上去。至於如果係做一啲政府嘅項目，如果以美國為例，一定係要加入咗環保嘅元素。喺電腦為例，電腦嘅機殼就一定係要加上環保嘅回收材料，否則的話連競投嘅資格亦都已經冇。呢啲亦都係一個國家嘅政府，佢願意去到支持促進環保嘅事業同埋回收嘅事業，所以就要求如果要競投政府嘅項目，咁就要加上咗回收嘅塑膠。另外一啲嘅奶酸，因為本身呢啲嘅容器亦都係一樣，
耐化學性非常之強。咁所以咧喺啲種植啊或者第二次有生命嘅應用時候咧，就成為咗可能性。喺推廣環保價值，甚至係點綴一間屋，因為一個設計良好或者設計有美感審美嘅外觀，可以作為擺設，愛嚟種植一啲嘅 home gardening，亦都係佢嘅應用之一，作為一個擺設。咁所以咧，賦予下一個生命再造，而唔需要買一個塑膠嘅盆栽盤翻嚟。咁一啲嘅科技公司咧，就更加將未來嘅目標設定為減碳嘅生活，因為商品咧用回收，咁呢個咧係會減少咗使用石化，因為石化喺原油抽出嚟提煉過程裏面產生出嚟嘅排放咧非常之高嘅，所以直接採用回收翻嚟嘅原材料做，係節省咗好多嘅碳排放。咁所以咧佢係減碳生活，即係將科技都賦予咗人文價值落去，同埋新嘅商業附加值、社會責任呢啲落去，亦都係推動緊循環經濟。咁呢度亦都係一個例子，循環經濟亦都變成咗行銷同埋推廣嘅策略。呢啲亦都係採用回收嘅原材料做出嚟嘅文具，只要加上外觀有審美同美感，一樣可以賣得非常之成功。而且消費者因為佢係環保嘅原因，係會願意咧俾稍為高嘅價錢去購買一個 recycle 嘅產品，就係因為佢哋支持循環經濟。咁一啲嘅鞋類亦都一樣。咁如果覺得會貼近皮膚，咁大面積要流汗，驚唔驚敏感啊？其他嘅潛在嘅問題呢？咁其實呢，喺呢啲嘅鞋嘅鞋底嘅軟墊，佢就係採用咗回收嘅材料重新再生產。咁所以呢，佢亦都係一個採用循環經濟嘅例子作為推廣，而且係喺一開始設計產品嘅時候就已經設計好咗入去。咁呢度係一個更加好嘅例子呢，就係用設計去解決問題。當需要廉價嘅房屋或者大量嘅公共棄置物存在，因為公眾嘅使用，例如一啲唔要嘅舊嘅 cargo， 呢啲嘅貨櫃喺高雄呢，就將佢市政府將佢回收翻嚟，起成咗一個懷舊嘅地區，譬如係喺度開 cafe。或者任何嘅其他活動，咁呢啲都係啲 circular economy 循環經濟。因為港口本身亦都變成咗文化，就用翻當地在地舊有棄置咗嘅呢啲貨櫃嚟到變成一個體驗式嘅 circular economy 嘅博物館，而且咧佢變成咗一個有體驗，因為可以飲咖啡、休息，甚至係自拍等等。另一個例子咧，就係喺非洲發生緊嘅，就將啲唔要廢置咗嘅屋，可以用嚟做建築材料嘅全部回收翻，同埋好似砌積木咁樣樣，下面一條圓柱，上面就一個個窿，擺落去之後咧，就更加堅實，去到支撐得起成間屋，而減少用水泥嘅方法。同時呢個生產過程裏邊咧，物料亦都盡量嘅減少，生產過程都盡量簡化同埋統一致化咁嘅克制。咁結果咧，回收材料一樣可以起到一間咁樣嘅屋出嚟。咁呢種咧，亦都係一種轉廢為資源，即係垃圾堆裏面唔係叫垃圾，叫挖礦，挖到呢啲嘢出嚟，然後再重新設計過，咁佢哋可以繼續使用。咁仲有一啲嘅例子咧，循環經濟就係，譬如喺阿姆斯特丹，咁運輸公司、地鐵、火車，佢哋唔再自己去購買呢啲嘅燈，或者照明嘅光管，呢啲 LED 燈都係唔再購買，而反而同飛利浦咧直接租用。飛利浦提供佢哋照明，咁佢哋購買飛利浦嘅服務，買服務而唔再購買商品。咁呢啲嘅商品咧，飛利浦佢用完佢去令其他地方繼續被人賣使用咧，咁佢係亦都更加有效益，亦都可以將一個產品嘅生命咧盡量嘅延長，用到冇可再用嘅時候為止。咁呢種係會整體嚟講咧，減少咗對物質個需求，亦都減少自己營運嘅成本，因為一切就交俾飛利浦去到管理。咁呢度咧，亦都係屬於循環經濟之一。
爛咗呢啲 LED 或者裡面咧有銅嘅，呢啲銅咧亦都可以回收再攞嚟用喺下一手嘅商品上面。咁當我哋用設計嘅腦袋一開始就要設計好循環經濟嘅時候咧，咁係可以用一啲關鍵字咧作為切入點，等佢幫助快啲去理解。第一，模組化，有責任嘅購買，即係譬如話我買一啲咧佢本身就係環保嘅回收嘅產品啦。咁咧盡量減少有毒嘅產品，然之後咧扁平化咗佢，即係去中心化。譬如頭先講租用照明，而唔係直接自己買呢啲 LED 燈翻嚟。然之後咧，新物料有冇替代嘅可能？有邊啲係特別標明佢係循環經濟產品做出嚟嘅？同埋點樣減少能源嘅消耗？譬如今日我哋講，盡量用窗外嘅自然嘅燈光，減少室內嘅燈，就係一種減少能源嘅消耗。咁個生產過程會唔會減少廢物呢？或者將呢啲水回收之後咧，愛嚟洗地。咁佢係一個環保嘅產品，即係頭先所講。如果我哋包裝，我哋盡量採用禾稈草，咁佢就好明顯，禾稈草就係一種 environmental 嘅產品，同埋盡量減少地球嘅資源，少去開採呢啲地球嘅資源。譬如燒煤，可唔可以用禾稈草？然後係一啲有環保責任嘅玩具，譬如有啲公司咧，佢自己回收完之後咧，自己再去做自己嘅循環經濟，因為嗰啲物料咧本身就係比較有把握，因為自己嘅用過嘅材料。譬如舉一個例子，日本間好著名嘅塑膠，亦都係做成衣業嘅工廠，叫東麗 Toray。因為佢哋做完呢啲線嘅碌之後咧，做完加紋啦，嗰啲碌咧係用塑膠 ABS 做嘅。咁佢自己咧回收翻呢啲碌翻嚟，然後咧俾佢第二次生命，溶咗之後再做一啲 PCR 回收材料造成嘅 ABS 嘅膠粒出嚟，去到做其他嘅玩具啊，或者其他工具掟啊呢啲嘅產品。咁呢種咧就係一個叫做 Eco Responsibility 嘅玩具。然後咧樽裝水我可唔可以自己帶樽咧？浪費型嘅消費，我可唔可以從此變成減少浪費？譬如紙巾，我講盡量夏天嘅時候我都帶塊毛巾喺身，毛巾可以不斷抹完洗乾淨再抹，紙巾可以消耗得成包，尤其當汗大嘅時候。一開始就將垃圾設計走，譬如有回收就一開始將垃圾設計走，然之後包裝盒亦都係可以再用。譬如今日嘅買運動鞋嘅時候，嗰啲嘅放波鞋嘅盒，紙製本身係環保，尤其回收嘅紙，然之後佢嘅美觀程度係足夠再長時間作為一個收納嘅盒嚟用。呢啲就係一開始嘅時候就已經將垃圾設計走咗。另外，延長產品嘅使用壽命，自己耐用，自己小心見識咁用，就係一種可以個人都做到延長產品嘅使用壽命。咁同埋加工嘅時候咧，係咪用一啲嘅環保嘅能源去到加工？譬如舉一個例子，喺落雪嘅地方，運油管咧就經常插一啲咧金屬嘅棒喺度嘅，因為表面上係零下幾多度，而喺泥土嘅下邊咧係暖嘅。咁於是乎咧，通過嗰支嘅金屬棒將下邊嘅地熱通過金屬係好嘅導電嘅物料引翻上去地面，咁貼住嗰個運油管，令到運油管咧唔會係0度，或者起碼高咗2度或者3度，令到運油管唔會啲油喺裡面結咗冰或者凝固咗喺度，可以繼續流動。而呢個係免費嘅能源，因為佢係抽地熱嘅能量上地面，啱啱好可以覆蓋到油管。咁呢啲咧亦都係一種嘅 eco 生態嘅能源，可以叫再生嘅能源。另外就係可持續發展嘅產品啦，可以以前個一日唔發燒第3年，一發燒第3年，咁就係因為咧佢好耐用，咁盡量用一啲好耐用、好襟用嘅產品。追逐潮流就一定係唔會 sustainability 嘅。咁而咧，譬如舉一個例子，好多時我哋買一件大嘅褸，咁呢啲可以着好耐嘅時間，咁呢種咧就係一種 sustainability 嘅產品。或者譬如啲人行山啦，咁行山嘅裝束，咁呢啲行山嘅衫平時都會着嘅，咁呢啲咧就係好長時間咧會見石咁樣去到着落去嘅。另外就係採用可持續嘅發展嘅物料，咁呢啲亦都係
盡量用喺產品設計嘅時候咧，就係將呢啲嘅產品用物料用咗喺呢啲產品上面。所以係由一開始就已經將垃圾設計走咗。咁呢種就係一種叫循環經濟。世界上再冇垃圾，將垃圾都視為資源。